琴日我主管11點幾喺 WhatsApp 開咗個 group， 標題係 YOHO West 2期，仲要我哋3點9一定要全部同事去晒新鴻基嘅售樓廠嗰度 briefing， 首批價單105伙，起步尺價唔需要1萬蚊，302萬就可以買到鐵路上蓋嘅1房，402萬已經可以進駐新鴻基鐵路上蓋嘅2房。咁呢一期嘅景觀絕對會優勝過上一期嘅，因為更加貼住呢個天水圍公園。所以個景觀一定會更加闊、更加深、更加遠。咁我哋睇翻呢個圖，望住天水圍公園嘅呢，有呢啲大單位，咁亦都有一處2房嘅單位喺入邊嘅。咁望住後排嘅景觀一啲都唔輸蝕，因為佢會隔住呢一排學校先到後邊嘅屋苑，所以亦都唔會有啲好近嘅建築物喺度擋住你嘅。咁話明鐵路上蓋，我哋樓下已經有輕鐵啦。咁過條對面馬路呢，就已經有個巴士總站，超過40條巴士線嘅。行前邊轉個彎已經有2個大商場供應生活一切所需啦。咁好似我呢啲中意做運動嘅，咁行前啲去到公園已經有運動場同埋籃球場呢啲基本設施。咁如果想睇詳盡嘅介紹，可以睇翻我呢條片㗎。如果想攞到呢個盤更加多嘅資料呢，可以喺下邊嘅連結揾到我嘅。如果想買到 YOHO West 2期嘅單位呢，都真係要講下運氣㗎，因為一定要抽籤，仲要係好多人抽嘅。咁我等住同你哋入票㗎。喺今日嘅財政預算案講到，本身購入300萬以下嘅物業，釐印費有100蚊，而家放寬到400萬。咁大家覺得對刺激樓市會唔會起到一個作用呢？歡迎喺留言區大家理性地去討論。咁中意呢條片嘅朋友記得俾個 like 啦。subscribe 我哋嘅 channel 同埋分享俾其他朋友睇，我期望今次可以再喺示範單位拍片俾大家睇，我哋下一集再見，拜拜。